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嘉义市长选举的情形。嘉义市选委会初步的估计，这届投票率差不多是43%。国民党派现任的市长魏敏惠出来选，希望会当连任，伊的票数嘛一路领先。根据中选会提供的资料，魏敏惠上尾是摕到超过59000票，而且伫咧5点15分的时阵，伊嘛已经家己宣布当选。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的情形。 是记者即摆伫咧国民党嘉义市长候选人，也就是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的竞选总部。黄敏惠伫头拄下晡5点多的时阵，是已经宣布伊当选咯。咱来看伊是安怎讲的。因为比别人搁加3礼拜22天，互大家做煎熬，但是大家没有放弃，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。 嘉义人谈好的精神，永不放弃。中央爱会当正式兑现承诺，互嘉义市过去你所开的支票，你一定爱兑现。铁路高计划应该专业中央来负担，对台铁甲高铁这段的轻轨，我想因为伊跨县市。 中央应该早日来做，要拜托中央继续来支持嘉义咱的基站建设，甚至咱有社会福利，咱要做的，请你会当赶紧。 是黄敏惠宣布当选了后，是随对中央来发话哦，要求中央爱支持嘉义市的发展，包括铁路高架化等等，中央爱负担，爱专业负担咯。原地各界真烦恼，讲因为即摆嘉义市长的选举是拄着寒流，佮因为安排伫礼拜烦恼这投票率无悬，黄敏惠伫今日早时投票的时阵，一直呼吁讲选民爱出门投票。嘉义市选委会是估计讲即摆投票率是差不多40%多尔，我看起来即摆投票率低烦恼，并无影响。 黄敏惠的选情，要是来顺利连任哦。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黄敏惠竞选总部的连线报道。